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恋》。是毋是水仙阁出去啊？这个囡仔吼，实在愈来愈毋是款啊！暗时毋踮咧厝诶困，放你家己一个，嘛毋知咧无闲啥，实在是吼。不要紧啦，我一个人顶多较好困。安尼要哪会用诶？你敢毋捌听人咧讲？翁仔某是床头拍，床尾和，搁较安怎冤？这暗时嘛爱困做伙，安尼毋才有生一个翁某。这水星若转来吼，我会甲骂啦。像今嘛，毋是阿母嫌你含慢啦，咱这做查某人的吼，对这翁婿都爱较师奶、较温柔、较体贴一个，安尼翁吼踮咧厝毋才踮会牢。才袂安尼一支甲毛，安尼四界爬爬走。这是阿母的经验，你千万都要甲我会记的就对啊啦。啊，你是咧审问啥？阿母，我以后上班的时间会变，中昼上班，甲医生出去往诊，下暗才去卫生室看门诊。安尼刚好。阿母，你放心啊，我会伫中昼以前甲所有工课拢做好势，袂影响到的。我即马是干那烦恼水星，伊会袂欢喜啊。我拄则才想讲吼，要叫水星安尼暗时莫安尼爬爬走，啥物你即马换夜班，放我这个老身的吼伫咧顾了，莫讲水星啦，我嘛无欢喜。好啦，你若欢喜，你家己去问水星啊。水星若好吼，我也无意见啦。你若当找到一个有钱人的查某囝，困难就当解决，理想就当实现，这是上实在的办法，敢不是？春晚会当互我减奋斗30年，有啥毋好？也毋过安尼对待春晚，是毋是做无公平？理想。现实，理想，现实，理想，现实，理想，现实。我到底要选倒一项？我到底要选倒一项？
阿母，水声暂时阁无转来。水声的寄金婆啊，甲钱拢摕我看卖。我唔知，敢有对。你唔知啊？安尼我家己找啦。阿母，你要找寄金婆甲钱是要创啥？我要看水声阿某是咧变啥人。才几工尔，就领遐尼侪钱出来，啊，水声钱领出来，敢有摕互你？啊，无摕互你，啊，你也唔知影用去倒位，啊，你啥人免甲我讲？讲啊！我唔敢讲啦，我惊水声甲我拍。阿母，我要来上班啊，无水声倒来吼，还有误会讲我甲你讲啥物啊？阿母，我要来去啊。啊，看到鬼啊！这跟是变啊？没武器啊！你阿母了啊！你讲。好的，你给我跑跑呗！拍就莫拍，拍我手是加疼尔。我来食早餐。翠香，寄金婆伫咧遮，拜托你甲我解释一下好无？你钱是甲我开倒位去啊？哇！啊，我就甲你讲，我就去泡茶。泡啥物茶遐尼贵？阿母，我来上班啊。安尼。你是想要知影？我规矩讲你了解，你免逐工就去地倒啊泡茶，叫有气的陪我到天光呢，安怎？你欢喜无？你暗时唔倒来厝里困啊？你去泡茶带查某，你安慰啦！你是要我气死咯？你来这个狗屎啦你啦！有啊！你莫生气啦！你若搁打分气，我要安怎？你看嘛耶，这款好男人啦，你啥款你就咁样吐啊啦？我暗时啊甲会困，唔知你晓摆啥？真是！我你即摆是咧讲，我来听无清楚，拜托你搁讲一摆。真是！这是一款优良有奖的出品药啊，若有需要先尽量去做，知影我意思？啊？我看，好了，咱另后再讲。啊，好，另后再讲，另后再讲啊。
手机，你把婚爱红啊？是不是最心搁拍咧？是安怎？你唔等于按时你来接电话？所以我嘛是要来。令人写创伤。是安怎伫我的面头前，你都遐尔坚强？伫医生的面头前，你都记得遮尔软弱，遮尔可怜啊！你是有红的人呢，是安怎要甲我救啦？小英，莫睬我，去甲村长解释。进去，进去啊！出来！你想做？你起来坐下。叶流啊！啊！你干嘛？啊！你老定下。有啊，慢日啦，钱开都开去了啊，佮赚着有啊。某咧，某若走去咧，佮带着有啊。老母咧，老母若去世咧，下母啊，你莫咧迄讲话好无？老母若互你去世啊，你用去外口去找一个啊！你咧惊啥？好咯，母啊，哪当安尼？唔通安尼，唔通你啥拢无爱听我的话。无啦，母啊，我都唔是唔听你的话啊。迄是逐摆我看你对手咁样好哦，我看袂做一啊。我对手去嘛好，吼，啊你咧食醋？母啊，我大个囝呢，食啥醋？无就好啦。一个查某人，伊搁较有度量，嘛无法度永远讲家己的翁婿伫咧外口甲查某乌白来。啊你吼，你哦，后摆莫搁甲我做这种代志啊啦！知啦，知啦。我看吼，
你也莫声明讲你伫地点啊过去。啊，我才来甲秋金仔讲，讲你是超工哦，你讲话去，安尼有听到啊无啦？有啦，有听到啦。母啊，还没到？要来找秋金仔啦，啊无来共回一个，替你甲回失的，伊讲好意思转来。安怎？要做伙来无？啊，无啦，要去你家去啦。金，以后爱甲恁爸说你。愈来对你愈好，恁爸愈互你歹过你。若会当娶到伊，我就会当减奋斗30年。实现我的理想，也毋过，安尼对伊是毋是做无公平？你搁为了偷食药啊是吧？你是在做讲的？秋瑾是你上好的朋友，你竟然去误会伊，已经偷偷叫伊人拍。 你即马当然受委屈，你上该需要的，就是朋友去甲安慰。只不过你煞讲遐话去伤伊的心，我了解你的心意，只不过我哪会接受呢？你对我根本就无了解。 你就对我付出感情，安尼敢袂伤过冲动？发生什么代志？歹势哦。下春。爸，你哪无入门就离开啦？哦。你先出去啦。好。 爸，
你若把跟他做手机啊？应该是要啦。咱也无安怎。你今日若无你先去办你的代志。是。想袂到，想袂到讲会遮尔紧。王先生，是安怎啦？是啥物遐尔紧？你都要有啤酒啊，对吗？我这边有啤酒糖。这摆吼一定会成功的。哦，真难偌久的咧。你意思是讲，王先生，哇，恭喜恭喜你，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来，这。咱下晡要甲水小阿英见面，啊，唔知要搁变啥物出头未？这哦。